運動，一齊咧見證一項極具意義健康項目嘅誕生。今日開始就可以行多啲，注意自己嘅健康多啲，注意自己嘅體重多啲。咁然後咧，我哋關心自己，關心家人，其實咧就係對於香港整個社會嘅健康咧都係出一分力㗎。當你體重過於肥胖，其實就健康上有好多問題嘅，心血管嘅疾病、中風啊、心臟病啊、糖尿等等嗰啲都高啲，所以咧就唔等得，要即刻行動。最好咧就係我哋第二個主角就係日行萬步啦，因為最容易咧梗係行路㗎啦。象徵住啦，各決策局、政府部門同埋合作機構啦，群策群力，只要咧我哋將吃動平衡融入生活，健康咧自然掌握喺大家手中。運動好誠實嘅，你做咧佢就會馬上見到有效，你唔做咧佢好快同你講拜拜。點解會揀行路咧？如果用行樓梯嚟計啦，喺約翰嘅霍普金斯大學亦都有一估算嘅文獻啦，推算啦就係話每上一級樓梯可以幫我哋多4秒鐘嘅壽命。無目標此事遠不會難行，只需要循序漸進加一點信心。齊來共我挑戰漫步行，有了目標便實行。樓梯、公園、家裏、海邊、郊野 ，Anywhere you go。幼稚園80歲都做到，健康身心也提高。天天細一態度，未放棄，體態動人可達到。齊來共我挑戰漫步行，有了目標便實行。樓梯、公園、家裏、海邊、郊野 ，Anywhere you go。幼稚園80歲都做到，健康身心再提高。天天細一態度，未放棄，體態動人可達到。體重管理，日行萬步。